大家好，我係 Candy，歡迎嚟到 Candy 的深夜讀書會。今集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書，叫做《潛意識讓你心想事成》。但係我想先講一句可能有少少刺耳嘅真話，就係你以為自己棘住，其實係潛意識想保護你，唔好面對改變。每一次一有機會變好，內心可能就會一個聲音提醒你，唔好太出頭啊，唔好太快，唔好太認真，唔好以為自己真係做到嘢。結果你就會翻去做翻啲自己熟悉嘅事，去翻自己熟悉嘅位置，繼續活喺熟悉嘅限制入面。而呢一個先至係最可怕嘅地方，因為你唔係俾外界打敗，而係一次又一次俾自己拉翻原地。潛意識讓你心想事成，真正想講嘅唔係只要正面思考就會成功咁簡單。佢講嘅係你今日嘅人生，好多時係你過去重複太多次嘅內在劇本。你每日點樣諗自己，點樣講自己，點樣評價自己，唔係停留喺腦入面咁簡單嘅，佢會變成你嘅選擇，變成你嘅反應，變成你做決定嘅方式。所以如果你成日都覺得自己唔夠好，你就會自動咁縮細自己。如果你成日都覺得自己唔值得，你就會喺關鍵嘅時刻退後。如果你成日都覺得自己係會失敗，你就未開始已經會放棄。而呢一本書最狠嘅地方，就係叫你睇清楚，你並唔係冇能力，你係太熟悉失敗。有啲人明明有才華，但係越接近成功就越容易搞彎自己，唔係因為佢哋唔值得，而係因為成功會帶嚟新嘅壓力、新嘅目光、新嘅責任。對於潛意識嚟講，熟悉嘅痛苦有時比起未知嘅好處更加安全。所以你成日會見到有人拖延，並唔係因為佢哋懶，而係因為一旦開始就要面對自己究竟有幾多斤兩。你會見到有人成日都唔出聲，並唔係因為佢哋冇意見，而係因為一出聲就要承擔被評價。你會見到有人明明係好想轉變，但每次真係有機會嘅時候，佢又會自動行返條舊路。呢個唔係意志力嘅問題，係身份嘅問題。你內心深處可能一直都認定自己係一個唔應該太突出嘅人，一個唔應該太順利嘅人，甚至乎覺得自己係一個唔應該真正擁有好生活嘅人。所以每一次你一接近好，你就會不自覺咁破壞佢。你會遲到，會拖延，會分心，會自我懷疑，甚至乎會臨尾縮沙。唔係因為你想失敗，而係因為你嘅潛意識想保住一個熟悉嘅自己。而潛意識讓你心想事成呢一本書，要你做嘅第一步好簡單，就係承認呢一件事。承認你唔係單純嘅唔夠努力，而係你一直用舊嘅信念保護緊舊嘅身份。如果你心入面一直都相信我唔得㗎，我唔配有好嘢，我唔可以太好，或者我唔值得擁有好嘅人生，咁你外面無論係用幾多方法都冇用，因為你嘅舊信念會去破壞所有新嘅機會。所以呢一本書真正有用嘅地方，並唔係叫你講幾句正能量嘅說話，而係叫你改造最底層嗰句：我究竟認為自己值唔值得呢？呢一條問題好重要，因為好多時你嘅人生並唔係唔夠機會，而係你一見到機會就會好本能咁縮。你唔係唔想進步，而係你驚進步之後自己要承受更多。但現實係，如果你永遠都唔肯放低舊嘅身份，你就永遠只會活出舊嘅結果。所以你唔需要等自己完美嘅，你要做嘅係開始識得留意自己點樣去破壞自己。例如明明有時間做嘢，就偏要拖到最後；明明想講，但係就偏偏唔出聲；明明有機會試，就偏偏話下次先。呢啲唔係小事啊！呢啲係你潛意識喺度講緊，我未準備好去做一個新嘅自己。
但其實你已經可以開始㗎喇，唔再需要等到完全冇恐懼先開始，因為你係永遠都唔會完全冇恐懼嘅。你只要學識唔好再用恐懼嚟做借口，去俾自己停留喺原地。如果你聽到呢一度，我想你記住，你唔係俾命運棘住，你係俾自己熟悉嘅劇本棘住。而你要改變嘅唔係表面嘅行為，而係你點樣睇自己。你一旦開始唔再用失敗嘅身份去定義自己，你就會慢慢唔再做出保護失敗嘅行為。去到呢一步，先至叫做真嘅改變。講到呢一度，我想同你講，其實習慣同埋人生都唔係一晚之間就可以改到。好多時我哋以為自己缺少嘅係自制力，但其實真正缺少嘅係一個可以持續落去，亦都唔會令到自己太痛苦嘅方法。潛意識讓你心想事成一本書最有意思嘅地方，就係佢提醒我哋，你唔需要靠責怪自己去逼自己變好，你要做嘅係慢慢睇清楚自己點解會一次又一次想翻返去舊嘅位置，然後再一小步一小步改翻你同自己之間嘅關係。如果你今日聽完呢一條片，覺得自己有少少被 click 到，覺得自己其實唔係咁差㗎，只係一直用錯方法，咁我想你記住，你係唔需要一次過做到完美，你只需要由今晚開始停止再幫自己踩住個剎車掣。下一次你想退縮嘅時候，先停一停，問自己一句：我而家係真係做唔到啊，定係我又想返去熟悉嘅位置呢？你會發現好多時，你真正要對抗嘅並唔係外面嘅世界，而係你自己內心嗰個不停叫你縮翻入去嘅聲音。所以如果你而家正喺度努力改變緊，或者你已經試過好多次都覺得自己唔夠好，我想你知道，你唔係失敗，你只係仲未揾到啱你自己嘅節奏。而我希望 Candy 的深夜讀書會可以陪你喺呢一段路上面慢慢行，唔使急，唔使逼自己，我哋可以一齊慢慢讀書，慢慢改變。我係 Candy， 多謝你收聽 Candy 的深夜讀書會，我會繼續用廣東話真人陪你讀好書，下集再見。